维吾尔运动在5月10日母亲节上发表在其官方网站上的声明中说，母亲是每个人都深深渴望、关怀、保护和爱的永恒象征。因此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数以百万人口无法体验到这种母性的纽带。数百万维吾尔族母亲被关进集中营改造、强迫劳动，他们的孩子却只能被送进国办孤儿院，从此了无音讯。在某种情况下，他们只能强迫自己选择切断与家人的联系来保护家人。同时，也有维吾尔族的孩子失去了对父母形象的含义，或在没有母亲关爱的情况下长大成人。在中国经济的名义下，儿童被剥夺了童年，母亲被剥夺了母性，被迫沦为奴隶，为中国和其他民主国家做工生产商品。一名澳大利亚维吾尔父亲指责中国将其家人扣留在中国作为人质，以回应澳大利亚要求武汉病毒的起源进行全球调查的呼吁。萨达姆·阿卜杜萨兰的妻子和澳大利亚籍儿子在东突厥散被困3年，这是中共政权对维吾尔人的系统性破坏的一部分。周一晚上，萨达姆在阿德莱德举行的美国广播公司的一个节目中露面，他说他担心他们被武汉病毒用作堪培拉和北京之间的争端的典当。萨达姆说，上周我妻子被带到派出所接受了6个小时的询问，这难道不是人质外交吗？澳大利亚政府可以拯救我的妻子以及澳大利亚籍的儿子吗？他说，我已经3年没有见到他们了。人权观察澳大利亚主任说，澳大利亚政府是否真的派人去东突厥散试图带回儿子和妻子？我认为这确实有必要实现。在这样的政治谈判中，中国政府有效地利用澳大利亚儿童作为人质是完全不可接受的。中国和印度的边界纠纷持续，两国军人9日在西京邦北部的中印边界爆发肢体冲突，双方互相殴打，造成4名印度士兵以及7名中国士兵受伤。有报道称，中印边界爆冲突，150名士兵殴斗酿成10亿伤。据印度时报引述印方2名军官消息指，事发于西京邦北部的纳库拉地区，印度士兵当日巡逻期间遇上中方士兵，突然爆发激烈冲突，互相拳打脚踢，约150名中印军人参与其中，最终导致11人受伤，而冲突在地方层面上已经解决。德国《明镜周刊》报道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在1月21日与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通话，亲自施加压力，推迟宣布武汉病毒感染为全球大流行疾病。《明镜周刊》的报道引述德国联邦情报机构称，习近平要求谭德塞不对外发布病毒人传人的信息，并推迟发布大流行警告。报道称，德国联邦情报机构估计中国隐瞒真实情况的做法使全世界抗疫损失了4至6个星期。世界卫生组织周六发表声明，指德国媒体《明镜周刊》最近刊发的报道毫无根据，子虚乌有。土耳其的 TAV 机场股控公司签署了购股协议，以购买阿拉木图机场。该公司说，阿拉木图机场是现代丝绸之路重要枢纽的主要门户，将是 TAV 全球网络中的第15个机场。据土耳其媒体报道， TAV 公司与其财团合作伙伴签署了购股协议，以收购阿拉木图机场100%的股份。该协议包括以4.15亿美元收购机场及其相关业务。TAV 机场在财团中的份额将不少于75%，股份转让将在完成所有法律先决条件和程序后进行。